其他消息咱来关心，今日透早5点左右，伫国道1号南口路段发生2起车祸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2个人重伤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第一站车祸弄到的时是无人安怎，因若拖车在处理的时，有一个29岁的少年人驶轿车对后壁凶弄起哩，驾驶不幸死亡，车顶2个乘客是弄甲重伤。为怎样会无注意规个弄起哩？即马爱个调查。几名警消人员赶到事故地点，将受困的查某人为驾驶座救出来，随 CPR 急救。毋但是人伤甲真严重，车也是伤痕累累，半斤车卡变形，弄叫力量大，安全机规啊拢弹出来。有2部小客车疑似变换车道不当发生碰撞，拖车抵达后在内侧车道警戒并拖吊排除。后方1部小客车疑似不明原因撞击前方拖吊车，车内3人送医，驾驶急救后无效。原来这件车祸是离厝事故引起。15透早4点外，国一南向南口路段有驾驶疑似变换车道无适当，甲普小车相撞，也毋过无人受伤。拖吊车协报了后处理，一名29岁姓王驾驶突然为后壁开车弄过来，造成头壳重伤，送医相当不治。车内2名乘客分别受伤，甲骨头支气，目前伫病院救治。有些时候，大部分就是他分心驾驶，或者是疲劳驾驶，或者是他没有注意车前的这个状况，所以我们都会特别呼吁用路人说，你在上路前，你应该要去检查你的这个车况，然后保持你的车辆状况良好。另外一个就是检视你个人的这个身心状态。其实国道上引起的离厝车祸为110年到达，至少造成15人死亡，28人受伤。高公局分析，除了事发迄当时事故车无开闪黄灯，抗警示牌之外，搁一摆弄过来的驾驶人，有时阵也是出代志原因之一。这摆造成1死2伤，敢是有酒驾、分心，还是疲劳驾驶，也是有其他的情形引起？详细调查原因，也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